當你出生喺宗教統治社會嘅時代之下，你會選擇冒住生命嘅危險去尋找世界嘅真理嗎？定係繼續做翻你嘅市井之徒？Hello， 大家好，我係小喇叭，歡迎收睇動漫評論。今日我要講嘅作品就係地，關於地球的運動。就同平時一樣，以下內容涉及嚴重劇透同埋本人嘅主觀，如果冇問題嘅就繼續睇落去啦。故事係發生喺15世紀早期嘅波蘭，當其時施教喺波蘭係具有統治性嘅地位，而當地人對世界同宇宙嘅認知係停留喺天洞穴。天洞穴簡單啲嚟講就係地球係宇宙嘅中心，其他嘅星球係圍繞住地球轉嘅一種概念，而本作嘅所有主角就係喺呢一種時代之下生長，而故事係基於真實歷史與虛構之間，描繪一個可能發生過嘅故事。而故事係講述緊一班源自唔同時代嘅人，為咗相同嘅目標，證明地洞穴嘅存在，不惜一切，透過唔同嘅方式橫跨時代，互相幫助。雖然到最尾有關地洞穴嘅資料只係得翻一個書名，但係呢個書名足以啟發後人，令佢哋見到真理嘅另外一個可能性。而故事就同真實歷史人物接軌嘅情況之下完結。咁劇情就講到呢一度啦。呢一套俾人吹到上天花板，甚至乎能夠匹敵海盜戰記嘅無名之作，究竟表達咗啲乜嘢呢？首先，證明地洞穴從來都唔係呢一套嘢嘅重點，重點係角色證明地洞穴嘅過程，透過角色之間嘅對話同理念之間嘅碰撞，而產生咗無數嘅火花。就例如三代主角同異教徒審問官諾亞克之間嘅互動。作為虔誠信徒嘅諾亞克係極度疑惑，點解啲異教徒會不惜一切，甚至乎係捨棄前往天堂嘅門票，只為證明一個假說。明明自己謙卑咁度過一生，死後就可以投入神的懷抱，但係主角一方就各自因為唔同嘅理由為地洞穴賣命，有啲就出自於對天文學嘅狂熱，有啲就出自於對尋找真理嘅執着，有啲就因為地洞穴嘅存在而揾到生存落去嘅希望。重點係地洞穴係徹底改變晒所有人嘅三觀，所以地洞穴對呢一班異教徒嚟講，唔單止係一種天文學假說，更多嘅係一種精神，甚至乎係一種信仰。所以主角團先至會不惜一切，傳承一切有關地洞穴嘅線索，留俾後代發掘。而傳承呢個命題就幾乎圍繞住成個故事走，但係傳承並非係唯一提及嘅命題。地，關於地球的運動，一直透過諾亞克呢位角色嚟強調為人盟塞係有啲乜嘢後果。但係呢度有啲諷刺嘅係，向諾亞克提出做人應該開明啲嘅人係一位無比貪婪嘅主教安東尼，亦都係諾亞克嘅前同事。雖然唔知道安東尼係出自於想賺錢嘅心態，定係佢真心唔認同佢老豆嘅諗法。佢認為地洞穴只不過係數學上嘅假說，未至於去到褻瀆嘅地步。就算地洞穴真係成功推翻天洞穴都好，作為神學者嘅佢哋就應該將地洞穴銘記於心，並且重新解讀聖經裏面嘅含義。而勞碌一生嘅諾亞克點都接受唔到自己極力反對嘅概念，竟然喺一瞬之間就俾人接受咗。重點係自己嘅使命竟然係上一任主教出自於想保住天洞穴嘅地位而濫用職權僱用諾亞克翻嚟執屎。而呢一度就呈現出第三同第四個命題：盲信反思。人固然之可以有自己嘅信仰，但係人一定要有勇氣接受批評、反思，甚至乎係質疑自己嘅信仰係有一定嘅缺陷。因為人一旦冇咗以上提及嘅三種質素，咁人就唔會進步，造成人類只會諗盡辦法維持安逸嘅日子。而諾亞克之所以會持續地盲信落去，係因為佢連質疑嘅勇氣都冇啊！因為神明喺佢嘅心目中係具有無可撼動嘅地位，而諾亞克呢位角色正正就係反映住嗰代人嘅思想。成套嘢裏面最具有討論同埋爭議性嘅地方，就一定係劇中出現嘅教會，因為佢象徵緊嘅係保守派嘅思維。一開始動畫係冇聲張故事嘅發源地，但係去到23集先至向觀眾交代，時間已經嚟到1468年嘅波蘭。喺歷史上，波蘭由建國以嚟就已經有天主教嘅存在。波蘭第一任統治者信奉天主教嘅事跡，仲象徵住波蘭建國嘅一刻。而天主教喺中世紀係有權力負責當其時成個歐洲嘅教育，因此天主教喺當其時嘅影響力係足以控制晒成個社會嘅風氣、文化
同埋思想，所以天主教喺波蘭人嘅心目中，直至到今時今日係具有無可撼動嘅地位。可想而知，當其時天主教嘅影響力係幾巨大啊！而人類嘅天性本身就係懼怕未知嘅新事物，而教會唔單止利用咗人類對未知嘅恐懼，仲運用埋法律去限制人類對天文學嘅探索。我唔敢講當其時嘅教會係真係有做過動畫裏面所呈現嘅事跡嚟抑壓人民尋找真理嘅精神，但係如果有做過嘅話，我覺得係一啲都唔出奇嘅，因為天主教喺歷史上就已經有唔少嘅黑歷史，就一單十字軍東正就已經持續咗200-300年，而且我哋仲未計無數被掩蓋嘅黑歷史，同埋當一個極權受到威脅嘅時候，自不然佢就會用盡一切嘅手段去維持現有嘅權利，同埋鏟除一切對佢有害嘅威脅。通常首當其衝嘅就一定係文化同埋教育，因為教會喺中世紀係壟斷晒所有傳播知識嘅途徑，所以教會係成功地植入一種思維落平民嘅腦海裏面。做人應該誠懇地度過一生，神的旨意係絕對的。就係因為呢一啲思想，劇中嘅平民已經唔係害怕違反神的聖旨咁簡單，而係現象級嘅洗腦，導致佢哋陷入無知同埋迷信嘅狀態。所以劇中嘅平民一旦遇上喺含義上違反咗聖旨嘅事物，就會本能地抗拒該事物。而諾亞克嘅反應正正就係如我所描述嘅一樣。去到故事嘅後期，因為教會嘅形象慢慢衰落，所以人民就開始質疑教會嘅存在，甚至乎係信仰嘅本身，所以就導致到異教徒嘅數量暴增。而呢一段劇情好可能就對應到真實歷史第二次基督教大分裂嘅開端。關於地球的運動裏面有一個好常見嘅價值觀，就係人只需要必須嘅知識嚟生存，任何人企圖去獲取多於佢所需嘅知識就隸屬貪婪。而呢一個價值觀就導致到第二代嘅男主角巴德尼受到嚟自教會嘅折磨。其實關於地球的運動最核心嘅命題係人類嘅求知欲同埋好奇心。如果唔係求知欲，第一代主角拉斐爾就唔會咁瘋狂地研究地洞穴，去到寧死都要保住前人嘅資料嘅地步。如果唔係好奇心，第二代嘅主角之一奧克茲就唔會忍唔住打開被傳承落嚟嘅禁書，見證到世界嘅美麗。冇咗以上嘅質素，主角團就抵達唔到，甚至乎係唔知道真理嘅存在。喺故事出現嘅平民同牧師，好多時候會因為唔識得回答一個問題，所以就會講出因為呢啲係神嘅旨意，或者係神嘅設計之類啲咁嘅說話，含糊過去就算夠數。雖然教會以前嘅教育係基於邏輯，不過係基於佢相信嘅嗰一套邏輯，所以就導致到教會培養出嚟嘅知識分子大多數都係神學職員，真正能夠打破知識牢籠同埋宗教觀念嘅人係少之又少，所以就直接證明到求知欲嘅重要性。但係諾亞克喺劇中對求知欲提出嘅觀念係不受控嘅求知欲就同暴力冇分別。某種程度上，呢一個觀念係冇錯嘅，因為市民控制唔到自己嘅好奇心，先至會開始觀察、反思，跟住再質疑佢哋嘅處境。但係呢一點亦都證明人類嘅好奇心同求知欲本身係不受控嘅本能，強行咁壓制人類嘅本能就只會造成更大嘅傷害。而教會對知識傳播嘅壟斷就直接埋下社會問題嘅種子。中世紀嘅革命同遊行就係咁誕生。我見到好多 YouTuber 都話關於地球的運動係一套充滿住熱血同埋感動嘅作品。咁我真心覺得嗰啲 YouTuber 應該係講緊受到啟發之類啲咁嘅嘢，因為呢一套作品係一啲都唔熱血嘅。呢一套作品同《海盜戰記》第二季一樣，係隸屬文學類嘅作品。但係《海盜戰記》第二季都仲好啲，佢間唔中都有高質素嘅打鬥嚟吊住觀眾嘅癮，先至再融入文學嘅元素喺裏面。關於地球的運動，文學同打鬥嘅比例大概係9:1左右，同埋打鬥並非係呢一套嘢嘅強項，所以就千祈唔好對佢有啲咩期望啦。因為呢一套嘢係一直強調緊地洞穴帶嚟嘅文化衝擊，所以如果你哋係諗住呢一套嘢係充滿住殺戮同埋熱血嘅革命故事嘅話呢，你哋可以唔使睇噶啦。故事節奏方面，主角大約係每隔5到6集就會換一次。所以每一次我一開始中意嗰一代嘅主角之後，佢哋就會殺死嗰一代嘅主角，跟住
我又要再重新適應翻新嘅主角。不過就好在每一代嘅主角都有一定嘅魅力，所以個過程就冇咁痛苦。至於缺點，我諗就只有行緊抽象風格嘅結局，因為劇情喺23同24集嘅風格突然轉態得太快，令到觀眾一時之間難以適應。不過呢啲都係小問題，因為大多數嘅觀眾睇咗第2次之後，都大概 get 到個結局喺度表達緊啲乜嘢。所以關於地球的運動絕對係一套值得花時間去觀賞嘅動畫。咁今日嘅時間就到咁上下啦。如果你哋中意條片嘅話，就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個 channel 啦。同埋最重要嘅就梗係 share 俾你哋嘅朋友睇啦。同埋如果你哋想支持我做直播嘅話，就記得去條片嘅簡介嗰度撳 Twitch 嘅 link 去 Twitch follow 埋我啦。咁我哋就下條片見。